我刚刚去探望了你老婆，小孩子长得可真快呀。是你儿子告诉我，你在这里。这儿不错，鸟语花香的，总比过劳好，啊？可你的家人却被你害惨了，东躲西藏的。 過得簡直不是人過的生活。呢場就係好簡單咁樣講翻吳京佢點樣去到燦森屋企捉走佢老婆同埋佢個仔，其實係一場好少嘅文戲，講翻點解佢可以逼翻燦森。 喺個瘋人院嗰度，精神病院嗰度逼翻佢，想逼翻佢跟佢一齊走嘅一場戲嚟嘅。何永強，你真的應該珍惜你的家人。你病了半年，他們卻沒有離開你，我們就不同。 我們都沒有家。其實呢一段戲咧，就係我哋雖然剪咗啦，其實要剪咗少對白，就係吳京佢當日打劫完之後走，佢係曾經同最大嘅反派即係林嘉華啦，佢哋係通過電話，點解啲錢仲未攞嚟㗎？我哋喺碼頭等緊，點解你哋仲唔出現啊？咁跟住其實四方八面已經有警察埋伏佢哋。 咁係可能因為覺得講得太明啦，講得太白啦，所以最後就剪咗呢一段佢同林嘉華通電話嘅一段文戲，亦都係從呢一場睇到佢吳京本來7個就死咗4個兄弟，死咗3個兄弟就剩翻佢哋4個，所以及後佢哋。 點解佢哋會走咗之後再翻嚟呢？佢哋除咗要攞翻啲錢之外呢，其實佢哋都要為呢幾個死咗嘅兄弟去報仇。即係成條反派線最重點或者最重心要講嘅就係吳京佢翻嚟，佢係要報翻呢一段仇。老五從小就怕水，讓他死在海裡。呢場戲我哋。拍咗一晚，亦都係講翻頭先嗰場戲嘅大約相同嘅 points， 就係佢哋而家4個人，本來7兄弟姊妹，剩翻呢4個死剩佢哋4個，點樣佢哋要同嗰幾個兄弟報仇咧？亦都有安排，吳京安排幾個兄弟姊妹。事後點樣走法？去巴西離開香港咁嘅。亦都冇可能察覺得到。呢場係好簡單地講佢哋點樣扮咗警察之後，喺嗰個混入去呢個差館，將會揾林嘉華出嚟。咁其實即係2個氣氛鏡頭，會令觀眾信服啲。 佢哋因為軍裝，所以佢哋先至可以喺個警察嗰度咁大搖大擺咁樣行來行去。